嘿现在嗨，是平安，平安，你敢有去佚佗？应该爬山，我去爬山，是哦，去爬倒一只山。长安山、东眼山，你有去？哦，东眼山哦，真好，我毋捌去过呢。然后你卖我备用啦。东眼山，东眼山。好，大概迄个天公，拜拜，拜拜。天公拜拜，天公。嗨，哎呦，哎呀，咱们开始要聚会了，我开始个。快动啦！我们今日去修相机了哈。对啊，快动！都信息啊。哒哒哒哒。就是。这根本拍毋到的哦，是天幕台呢。天幕台前书5章1到60啊。对，歹势我个用这是贴萨罗尼加。对，稍等呢。哦。多谢提醒，我用这个。
节目无用得来，无改掉。哦，听标题无改着尔啦，嘿嘿嘿嘿，文章啊标题无改，对对对。加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咱来开始今仔日的这个查经祈祷会。咱首先，咱来唱圣诗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咱来掀开圣经提摩太前书5章第1节到16节。提摩太前书5章1到16节。这是我用国语本来攻读。第1节，不可原则老年人，只要欠他如同父亲，欠少年人如同弟兄。欠老年妇女如同母亲，欠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厌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
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收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这是今天的经节哈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爱激起我们有这样好的机会，能够来研讨你的话语。求主你能够赐福我们今天晚上所探讨的，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要如何善待教会的寡妇？求主你赐我们有聪明的智慧，我们所研讨的对我们都有所帮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带领。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祈求，乃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本章所讲的都是教会内部的事，对怎样待人接物处事一一加以指导从这些教训可以看出属灵的信诫不是空洞抽象的话语，而是可以贯彻在日常生活里实践在人伦关系上的原则劝老年人如同父母是敬老精神的实践，待少年人要如同弟兄姐妹，是信徒间互相亲爱精神的体现。在第3节，我们也看到古时的寡妇孤苦无依，又无公家的救济或养老的制度，且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的低微，因此特别需要教会本屋爱心的照顾。我们看从第9节到16节就讲到救济寡妇的方法，特别呢是对于信主的寡妇。在第4节我们看到圣经非常重视孝道，行孝须发乎真心主耶稣也教导不可借口履行宗教上的义务而推卸行孝的责任这里是说儿女有责任奉养孝敬守寡的母亲，连孙子辈的都应报答亲恩。在第5节我们有看到真为寡妇指的是那无依无靠并敬虔度日的寡妇第6节我们有看到一个死的指没有属灵的生命。在第8节也看到有一个背了真道知行不一，等于是否定信仰的内涵。在第9节看到当时教会中有4类寡妇，第一个是真正无依无靠的，称为那真为寡妇的，因为无人照料，很难存活，所以教会有照顾的义务。第二呢，在家有人照顾的，
第三呢，是教会叫来服务的，包括第一类、第二类在内，他们需符合一些严格的条件，例如有良好的名声，专心倚靠主，倾心祷告。第四种是好享乐、好知识的，保罗劝他们再嫁。以弗所教会可能有一本名册，记录接受教会照料的寡妇的资料。受照顾的寡妇除了年龄60岁以上、经济条件的限制，还需要有行善的好名声，包括洗圣徒的脚在内。因为当地的道路尘沙满布，双脚容易弄脏，行路人入屋后必须要先洗脚。那寡妇呢，甘心为圣徒来洗脚，因此这是属于善行。在第10节，养育儿女，儿女大概指教会的孤儿，因为寡妇若有儿女，便务须受教会的救济。在11节到12节，寡妇再嫁不算犯罪。这些寡妇起心再嫁，称为违背基督，可能因为曾向基督许愿终身不婚，无视神，但受不住情欲的试探，做了不符神旨意的结合。例如嫁给信仰不同的人，或者废弃他们的誓言，再度嫁人。有资格上寡妇册子的，期满60岁。教会一定试过说年轻的寡妇，后来发现了本节所说的问题，所以才会定出年龄的限制，不说年纪轻的寡妇。第14节我们看到有敌人，指的是敌对教会非信徒，或者是指撒旦。在15节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这个就是有年轻的寡妇被立作圣工后，放弃了所许的愿，甚至做出不道德的事来。如果从这第5章第1节到第2节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尊重所有的人。在这2节经文当中，保罗非常详细的说明了提摩太对教会中不同的年龄层该有的态度。他要敬重老年人，要劝告他们，而非公开的指责他们。他要待年轻人像兄弟一样，待老年的妇人要像母亲一样，待年轻的妇人要像姐妹一样。所以保罗还加上了要有纯洁的心作为提醒。在第3节到16节这边所记载的是要如何对待寡妇。如果要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知道它的背景。在古代的社会，寡妇是需要人援助的。当一位妇人成为寡妇后，要进入劳动市场赚钱糊口，这种机会是相当渺茫的。所以这段经文假定了基督教会有责任去照顾那些没有人抚养的成员。这是教父书信中唯一讨论到教会在救助方面的事工。此处的立场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相当类似的。保罗呢，深深的挂虑那些有需要的人是我得到适当的照顾，但他同时非常希望能保有家庭自主的功能，而使每个家庭首先负责照料家庭内无法抚养自己的人。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或孙儿女，
这些后辈的就得先学习怎样在家中尽孝道，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欢的。在陈述同样的想法时啊，保罗说，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他就是背弃了信仰，比不信的人还要坏。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照顾自己的家庭，他就不是按照信仰的教导生活，他甚至还有违常情。因为就连非基督徒也认为，每个人都应负起照顾自己家庭的责任。保罗并不是说不照顾自己家庭的人就是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他仅是要表达这样的人的行为和他所信奉的信仰内容相左，甚至还达不到为信者的道德标准。所以保罗在16节又谈到了这个课题。16节之前，保罗建议年轻的寡妇如有可能的话，最好再嫁，使自己有个家庭。接着他要求妇女在持家时要负起照顾寡妇的责任，正如他要求男人去承担这项责任一样。如果信主的妇女家里有寡妇，他就得照顾他们，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这样教会才能够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所以现今的世界必须将保罗在此处的命令听进去。很多时候，今日的教会并没有负起责任，关怀社区中无依无靠的人们。部分的原因是国家参与了对有需要者的救助工作，然而不论是由教会或者是由国家施行救助，或是两者相互合作，都必须再次强调，照顾无法自立生活的人是家庭基本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为人子女很容易自认为对自己的父母不必尽什么义务，更别说对自己的祖父母或其他亲戚了。家庭中必须首先承担照顾家庭内无法自立生活者的责任。这样的责任不只是在金钱方面，家庭还有责任去提供安全感，使其成员都知道有人爱他、关心他，要尽到这份责任。不需要说在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成员都必须尽可能的分担彼此的重担。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似乎在教会中有一个不太正式的团体，由年长的寡妇组成，他们以基督及教会的名义服侍众人，并且他们的生活至少有部分是靠教会接济。此外，似乎也有些寡妇，他们的行为举止有时和教会的名声不相称。正是这种情况下，保罗才会劝年轻的寡妇再嫁，并建议提摩太说，60岁以下的寡妇不能登记。我们看到保罗劝提摩太要以智慧和谦卑对待会众，老幼男女并分别清楚。在德国有句俗语说，盲目的热心是能害人的，所以热心还要加上智慧，知道进退，才算是妥当。譬如对于年老的人，务要尊敬，就如旧约所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对于年幼的人，也要态度谦卑。与青年女子往来，
更当谨慎、清洁自守，以免给人诽谤的机会。对待寡妇更要尊敬，寡妇的子女也要尽其孝道。真正的寡妇是好独居祈祷的。我们看到先知亚娜年纪已经84岁，但是她还不离开圣殿，昼夜的祈祷。至于年轻的寡妇，难不免以情欲的诱惑，所以应当时常劝诫他们。做寡妇的资格总当年纪到60岁只做过一个丈夫的妻子，她也要有好名声，教养过子女，善于接待客礼，洗信徒的脚，这是犹太民族待客的风俗救济灾难的人，并行过各样善事。年轻的寡妇最好还是再嫁，如此可以免去诱惑和批评。所以寡妇的问题，各家的教友应当自己处理至于教会的责任，乃是帮助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人。所以由今天这些经节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基督徒对年长者、对同辈、对异性应该有何种的态度？对年长的人，我们应该表达出情感和尊敬；对于年老的人，要如同对待父亲一般；对老妇人，要如同对待母亲一般；对待同辈，我们要有手足之情；对年轻人，我们要如同兄弟姐妹一般对待；对异性，我们应该保持纯洁。在基督徒的心灵当中，应该除去弱意的纠葛，平安的契合于彼此最崇高的基督爱之内。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基督徒当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基督徒当负起奉养父母的重要职责。如此奉养双亲，代表了2件事：第一，这是父母的尊荣，也是孩子们唯一能表达内心尊重的方法；第二，这是会献爱的宣言，在双亲即使需要爱的时候，即使回报的爱，也唯有爱才能够回报真爱。在保罗写子信的那个时代，基督教会尝试实践主耶稣爱邻舍的诫命，想办法去帮助无依的老年人、寡妇、孤儿等，但却有些人因教会努力做这样的慈善事工，而将奉养年迈的父母之责任需求要求教会替他承担。所以因此保罗的信中会强调这件事。第三个问题，寡妇记在册子上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认为什么样的寡妇才应登记在册子上？寡妇当如何做才会受到尊敬？由于初代教会呢尝试协助无依的寡妇，因此建立了一个需要协助寡妇的名册，按时接济他们。保罗认为这些登册的寡妇应该是年纪到了60岁，而且是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的寡妇。第4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认为不应将年轻寡妇登记在册子上？因为保罗认为不应轻易地将年轻的寡妇列入救济的名单，因为年轻的寡妇实在可以在追求另一段婚姻的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思考的是，当今的年轻寡妇或者离婚的妇女，
你认为他们再婚到底好还是不好？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对寡妇的清楚的需要，我们要如何的提供呢？如果各位兄姐来教会有10-20年的，大概都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教会以前真正有一位寡妇这个姐妹就是陈高梅女士，她真正的是没有儿女，她因为没有儿女，而且因为听到福音她到我们教会来，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其实当时我们的三峡地区社会福利制度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也安排他的居住就是洪道兄、洪道娘洪道兄的娘洪的素珠姐，他安排他住在他们店面那边以方便照顾。而且我们教会的当时的夫妇团契也常常就是去探望他，去帮助他这些都成了我们很好的回忆特别是当他门主恩召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的长职，我们的那些当初这些关怀组、关怀的同工，也是帮助他们透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荣耀礼仪公司当初我们也是说，这位姐妹比较贫困我们跟礼仪公司也是有讨论就是以最便宜的价钱，我们就是帮这位姐妹处理她的后事这个就让我看到今天的对待寡妇这个情形就曾经在我脑中看了这个题目，我就在思考说当初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如何来帮助他从他信主到进入教会，生病到他过世以后，我们教会帮他处理很多的后事许多后事而且曾经也听过他他也曾经在讲说，如果没有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忙真的他不晓得要如何的活下去。但是这一切都有上帝的旨意，上帝呢带领他回到天家所以这就是因为今天这个题目让我在思考说，我们教会曾经有过这一件事情这是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几位长老牧师继续来分享其他的谢谢。洪长老，你要分享一下陈高梅女士吗？陈高梅女士也是我们教会有在关心，一直到她过世这也是我们教会一直长期在关心的有关这一段圣经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让他在教会里面如何去看待教会里面的一些孤儿寡妇。在寡妇方面，我想现在社会里面还是很多当然保罗给提摩太一些，就是说这些寡妇应该是他有生育儿女，接待远客洗信徒的脚，无论聚集，尽力做各样的善事。这也是教会在关心的时候，特别把这些人把他认为他是属于
真正的寡妇，那是需要关心的，需要关心。这嘛是咱即摆的社会中间，咱教会会当做的到底是偌济啊？起码咱教会多多少少还是有在关心一些，比如说像从国外回来的啊，或者说他已经丈夫已经过世了然后有些当然都有儿女，他们是不是儿女有在照顾他们哦？这都是我们教会里面有在关心的。当然，这个关心有些时候也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全面的哈。这马其蛋是不是呢？有更更好的方式来关心他们呢？现在社会也一直在变，比如说，小孩子越来越少，那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那这个像这种寡妇或者说比较孤单的人，包括一些像他们没有儿女，或者说儿女在很远的地方，或是儿女没有办法照顾得到，这嘛是咱教会在这个时候应该去多去关怀他们当然这一段在信仰光里面最后有提到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是永生上帝家庭的一份子，我们也应该以兄弟姐妹互相对待。当教会中的兄姐生活上有匮乏的时候，教会应当定下哪些必要的原则，我们可以用何种方式协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当然这个原则，我们也但教会里面也没有特别去定的什么原则，只是说大家开会当中认为他有需要，或者说关来在开会当中认为这个有需要，我们就关心特别我们在圣诞节也有特别去关心一些比较需要的人，比如他生病了，刚好在这段几天生病了，或是说他长期以来一直都生活上有些时候我们在关心的时候，也是看到他们所需要的不一定是金钱他们所需要的有些是心灵上特别有些时候帮他们做个祷告，他们就感到很心满意足最近我们有些像比较住的比较远，或者说他们因为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到教会当然教会最近也会去陆续安排去守圣餐这也是一种关心这种关心就是说不要让这些需要关心的人只是在那个圣诞节来关心一下而已，平常都能够得到教会一些关心这嘛是咱教会有在做的。当然咱若讲咱弟兄姊妹当中有认为哪些人特别有需要说他目前比较困苦需要帮助，这个也是可以回应的我们教会也是有那个责任有那个责任我们都是上帝永生上帝家的家庭一份子，我们是大的家庭，都要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彼此款待特别现在有些时候你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去，那你在我们圣教组当中有些刚刚他有需要，就马上就可以用在电话上或者说在视讯上为他祷告。你这个金泽良对是因为他们他们信心就获得坚固这些我提出来，大家可以朝这个方向朝这个方向来做。因为你有关心，他都会感受得到然后教会有些什么，教会如果说办什么活动他们也愿意
来参加。那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来奉献哈。这个是我们，当然奉献是奉献给上帝的，但是我们有关心，他们会感受到上帝的爱。这是以上我的分享，谢谢。谢谢王长老。请问文博兄、文博长老要分享一下吗？刚刚两位长老都已经很详细讲提摩太他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哈，真重要就是教导提摩太伫教会服侍应该用什么款的态度所以咱会当看到后壁遮就开始有讲到这个对台教中间的无共款年龄层当中要怎么样来善待他们吧这是一个会当讲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提醒嘛是对咱每一个同工的提醒啦嘛讲咱彼此中间来当来彼此提醒咱若做了较无够遐的所在彼此会当来提醒互咱帮助咱教会较有需要的人因会当得到上帝的疼以上。李牧师，麻烦你补述。好，其实这段经文毋是敢讲到寡妇啦咱若准用现代的眼光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阵，咱有看到保罗甲寡妇分做无共款的赞处。意思就是讲，毋是所有的寡妇拢是弱势者。你像讲伊咧讲到遮个少年的寡妇，因有气力，因有气力，因为酒灌了后，伤过瘾，就四界去人的厝讲长讲短去管闲事，所以因基本上毋是无气力啦伫迄个时代若讲到寡妇，基本上就是讲，放伫焦点是伊是一个经济无好诶人。但是照保罗咧甲提摩太所讲诶，当然是可能有一寡厝里经济袂歹诶少年寡妇。所以伫迄个时代诶背景诶下面，保罗伊就甲遮诶基督徒去说明。嘛突破迄个摩西诫命迄种咧讲迄个体制性的限制，讲袂当搁再给即种的概念，伊伫遐讲真清楚。伊讲宁可遮的少年的寡妇有能力的，搁去再嫁，然后去照顾家庭、照顾囡仔。所以其实伫即个内底，咱有看到家庭责任、世世的责任。社会责任、教会责任啦我会请咱甲即个寡妇即两个字，甲伊想做讲是弱势、需要关心的人啦无拄拄，若用即摆来看，无拄拄是寡妇。比如讲，有个人检测伊就一世人无嫁。有人检测伊就是家庭，因翁嘛有伫，但是伊家庭就是真辛苦。可能伊的先生有受伤，还是讲太太有受伤，还是安怎？伊家庭就是无论是经济的困难，还是讲精神顶悬的困难所以我认为保罗伫遮咧甲咱提醒是一个，伫教会要安怎去找到一个。一寡遮会真正需要帮咱关心的人，咱去做伫伊的身上啦，甚至伊伫即个所在所咧劝勉的，含遮的少年的酒馆的人，伊嘛会当诚做别个人的帮衬，伫即个经文内底所咧讲的。伫遮我可能爱倒转来甲咱逐个三甲讲即个部分，就是讲。5章11节，也是讲5章
12节伊讲违背当初时所下的愿，我感觉伊较毋是咧讲着讲再嫁的问题啦吼。咱若准看11节来讲，才有讲着因的即个遮的问题。过来离弃基督，就想再嫁，所以再嫁是尾啊，才有的问题哦，再嫁因这个守寡了后再嫁不是首要问题，是因为因有头前的问题，就是讲对伫迄个婚姻的关系，也是讲对性的关系有无正确，过来就是离开基督，离开基督是啥物货？咱看13节安怎讲？来，伫即个所在即句话伫原文的意思是讲邪术啦，毋是干那讲人的迄个用仔话安尼还是讲干那说八卦尔，毋是干那安尼尔，就是讲因去人厝呢，比如讲因可能会晓去关心别人，所以因串门子。你注意看我拄则咧讲因有能力毋是无能力所以因去串门子咱甲当作去关心好但是伊伫人的厝呢，讲说长道短，原来意思是讲因说了一些邪术，就是讲比如讲咱举一个现代例来讲，有一个人伊可能破病，即个人就来讲人毋知食迄啥物药偌好咧无去倒一个山顶有一个足敖的人你若去甲安怎，伊会去讲着遮的甲信用有违背的遮的物件会走出来，所以基本上较无拄是一定是因为在遮所产生的问题当然嘛有可能因到落尾因想要再遮所发生的问题，就是离开迄个信用，这是因拄着较大的问题。咱若有机会当看提摩太后书第3章的所在，大概是伫即个第6节咧讲到类似的代志，我读互咱听我用中文的伊讲他们中间有人潜入别人的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被罪压制，又被各种私欲拖累，虽然常常学习，总不能充分明白真理所以伫迄个内底，因所面对的有一寡当初时的咱讲的邪术、邪教、异端，会去影响遮的人，因就违背着迄个倒转来12节咧讲的，讲迄个基督的信用离弃了基督。其实这个部分是较讲着信用的角度啦违背当初时所下的愿所下的愿，当然咱会讲是伫婚约顶悬，但是婚约咱知影，伊的先生过身的时阵，他就没有这个约了。咱倒转来看迄个路德，拿俄米对伊的路德这个不是一个死死的例啦就是讲伫厝内人会当互你一寡无共款的看法会当允准你来离开，但是所下愿就是讲你伫即个关系顶悬，人的关系、性的关系、甲基督的关系，迄种的立势，你是毋是会当保持好势伊伫即个所在，其实咧讲的就是讲，遮个人因到落尾挡袂牢会去违背着迄个愿来处罪大概是即个部分，我小可去补充一下啦当然是这重点，伊有咧讲到教会责任，就是要安怎做伫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我想这是互咱现代教会真大的提醒啦以上。多谢牧师的补充特别是咱今仔日所看的，毋但讲
现主是咱看讲，敢若寡妇吼，这是原来是讲弱小的这个家庭吼，因所需要是爱人去甲伊探访，啊，特别是讲因若破病吼，啊是厝诶有代志啊，需要人去甲伊关心，爱去甲伊倾听吼，主要是去听因到底拄着啥物代志吼，有人讲啊诉苦吼，啊讲会看会较爽快。啊，特别是伊若需要人甲伊带倒吼，啊，遮有诶会友吼，拢足爱讲有即、个有即个长老啦，啊是牧师啦，去甲因带倒，哦，因拢足爱。啊，所以有时阵咱现主是真济有诶会友吼，咱需要是讲爱较济人，啊是上少爱有2、3个人吼，毋通家己单独去吼，特别是。去对方佫是女性的时阵吼，咱男生吼，为了避免吼，还是要找有同伴吼，姐妹斗阵去吼，较袂好遮有时阵别人袂甲你误会，但是厝边头尾啦，还是讲你定定进自私，感觉会互人感觉讲怪怪，所以讲咱游玩是爱即个接受。有较侪兄弟姊妹吼，共同前往吼，安尼较袂引起着别人的误会吼。因为特别是家庭吼，伫教会中游玩有这个姊妹讲，咱吼定定较接吼，打电话甲伊关心吼，煞可以有啥会感觉讲影响着伊的生活，还是伊原来会搁定定打电话来吼，咱感觉讲好像被缠住了这种。有这种感觉啦，吼，所以讲应该是爱团体过去会较好，吼，这是我以上吼。即摆咱就来进入吼，咱这个公道的事项吼，伫咱伫周报顶头吼，咱有看见讲伫遐这个在家休养吼，遮有真济吼，真济遮的兄弟姊妹吼，有诶伫咧安养中心咧，有诶伫咧厝诶，吼，这拢是爱咱甲伊关心诶，遮兄弟姊妹吼，咱公道诶事项，游玩有即个全球即个非洲诶即个病变吼，即个疫情疫苗咱台湾本土咱也看见即马有即个疫情有渐渐吼有恢复当中。游玩求助来帮助咱吼，咱的这个教会126、128这个土地这个遮佫真济代志吼，游玩吼佫甲这个律师吼佫来商讨，游玩是需要大家兄弟姊妹吼来带倒吼，咱游玩是为着咱。教会这个网络直播，现在咱伫下礼拜开始吼，咱就渐渐吼慢慢来恢复这个实体的这个礼拜，互遮个兄弟姊妹更较有机会吼，会当吼伫来教会来做礼拜，互咱教会的事工会当正常来发展，周末营咯，赞美操、双联团契，各种的事工吼，咱拢来推动吼，特别是咱游玩，咱7月25早起吼，咱要到大道埕教会吼，因为咱要为着咱所敬敬所属长老伊的个别礼拜，咱伫遐来参与来这个安慰遗嘱。7月30日咱教会这个中级爱有需要。爱到新店来新店教会来参加这个中级训练，咱会期待咱一礼拜当中会当去报名吼，大家报名吼，咱有会当共同斗阵来去这个新店教会来接受这个中级的训练这时咧，请咱头吼，人同心来感谢。
请阮的天父，阮的上帝，愿满心感谢俄罗斯，伫你保守下面，你赏赐阮有遮好的福分，会当徛起伫台湾这个岛屿。因为阮也看见全球世界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有渐渐受到控制，但是阮也发觉真侪国家的国民拢无关心这个疫情，感觉亲像讲关了的这个鸟放出去了，就已经放纵着家己阮主爱祈求上帝来帮助阮台湾遮的这个官员会当是这个领导会当，互这个疫苗有更较侪人民会当来注射互这个疫情会当渐渐来得到控制，互阮的这个国家这个生活会当开始恢复到2年前以前的这个正常的生活，也互阮的这个经济会当渐渐来恢复。特别求主保守看顾阮教会有缘有希望是这个疫情当中有缘有这个网络的这个直播，因为现在有的兄弟姊妹因也无法度来到教会来参与礼拜，阮只有通过这个直播会当或者是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同心伫遐来敬拜俄罗斯。阮教会有这个主日学周末营也渐渐准备要来开始来实体的礼拜，特别求主你赏赐照顾遮小朋友，互因伫细汉的开始都有机会来进入圣殿来成做你的囝儿。阮教会遮的赞美操也是相连团契，遮有真济的这个事工要来推展，有缘求主你保守遮的赞美操的这个姊妹，遮的相连大学，遮的年长者，互因会当快快乐乐伫教会中来接受真好的这个教育，特别求主保守照顾。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这个工作，无共款的这个事奉，特别求主你赏赐阮伫无闲的当中，有缘会当拨时间来讲读上帝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阮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帮助，特别求主你保守阮会当一年一摆来读圣经，特别求主保守照顾。阮教会有缘要重建现在拄到真济叮塔塔的这个艰难，阮只有将一切艰难交到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带领，互阮毋那是去这间水的拜堂也要成做阮三甲更较济的兄弟姊妹会当通过教会会去做有机会来进入圣殿中来成做你的囝儿，愿感谢你。阮教会有缘这个早期的这个126、128的这个土地现在经过真济年的这个诉讼阮知上帝你的公义真理已经实现伫阮的顶面现在也阁有真济叮塔塔的这工作，有缘求主你保守，互阮拢会当得到平安，会当和平来解决遮的这个问题。阮教会遮有推行性家族的这个事工，特别求主你保守阮所有遮的兄弟姊妹，拢有这个共同的这个热心，为着教会这个性家族会当更较建立，互阮所有兄弟姊妹更较关心着阮教会的发展。阮也看见这个世界有关是乌克兰加苏俄，也是缅甸、阿富汗遮拢有真济的这个战争，因为人的因素造成这个扰乱。阮只有求主你的公义真理会当实行伫这个全球，
互即个战争会当真和平来落幕保守遮个人民游园会当过着喜乐的即个生活。阮看起，阮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现在有人身体欠慢伫病床中，也伫养老院也住院特别求助你游园保守因会当无惊吓，将一切艰难交伫你的手中，保守因拢虽望肉体欠慢，但是因的精神上会当保守因游园拢会当快乐，互因无惊吓，将一切重担交到伫你的手中，求助你亲自束缚带领。阮所敬正所长老受主敬调7月25早起10点要伫大道埕教会伫遐来举行告别礼拜。阮只有求助你亲自保守束缚照顾遮个遗族，互因会当知影上帝疼游园伫因会讲伫因的当中。阮伫即礼拜24阮游园教会有即个马街150周年社区即个绘画比赛的即个颁奖伊伫下晡游园伫教会中有即个社区的即个画展的即个展览。游园求助你想事，有搁较侪兄弟姊妹会当通过即个画展特别对阮教会有了解会当了解到马街伊来三甲的即个传教的即个精神。阮只有求助你亲自束缚带领。伫7月30游园伫新店教会有举办即个中级训练，游园求助你保守阮兄遮教会的中级有机会会当继续到新店教会来接受即个训练，互阮的灵性会当搁一摆来得到养持。阮感谢俄罗斯阮特别伫即个时阵，阮兄弟姊妹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3角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我你带阮入去，又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元灵、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感谢各位今仔日参与咱的这个查经班现在佫无了解，咱会当伫礼拜是其他时间，咱佫来请教咱的牧师。感谢。谢谢黄苗长老，谢谢黄某长老，谢谢黄某长老，大家平安，晚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拜拜。拜拜。